但是呢，这个有想法，所以歌主的这个，我也不是歌主啦，歌主有点天尊一般的我们当时啦，伊讲国事不属中天平，凡是有名有言语可以描述，有名目可以评量，拢毋是咱完是毋是道的身体哦。毋是道身体，伊个讲的，讲道理已经讲5000年啦，5000年啦，但是也无讲到迄个道理的奥妙。道理奥妙就是啥？伊讲恁爱观音品，游明书，这个老师才是指点，因为伊有领着应时应运的天命，会当来指开你的路路，互你会当早日回军，会当早日等于明报。所以伊甲你讲得清楚哦。伊讲这文字是标明的了，当然但是伊是讲要做清楚，文章要清楚，会当可能你这边的方面道德的方面，你会当去清楚，你会当去做，怎样去做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品德。你若无品德，其实你讲甲我花恶表，都不是重要性。所以大武讲文明在德，而且文明在道，这个文字归道文字是讲伊的我想出来，形而刚才讲形而上，形而下，伊的精华讲伊的